来关心交通违规新的制度，6月份开始实施了后，是开放民众检举。一寡职业驾驶一直违规才互检举，有的一年即马已经累积12点，就爱互吊扣驾照。昨昏就有客运车司机不满去凯道和高雄请愿抗议，因是主张讲交通违规这个新制度、记点的制度违反宪法保障人民做工课的权利，呼吁政府爱停止这款违法的行为。嘉北台客运车的司机13下晡去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，呼吁政府重视职业驾驶的工作权甲生活。因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制，今年6月份上路，交通违规除了爱罚款，还有可能违规红记点，一年累积12点，都要去互吊扣驾照2个月，根本是互职业驾驶面临无头路，嘛违反宪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权。闭门造车，充满瑕疵的仓促修法，造成职业驾驶人民面临吊扣、吊销驾照、无法工作谋生的困境，是否为违法违宪的修法？另外，新制还佫增加开放民众检举违规，造成检举的数量大大增加，互职业驾驶是害惨。让过路人的条款嘛变做是行车地价，早起有50台客运车去高雄美术馆设市区定情。车子已经到那边了，他人冲出来，我怎么刹车？刹车自己吗？我刹车，我人不就飞出去？你们这个交通法规根本就是乱搞。交通部长王国才讲，配套还未完成进前，互人客上落车，再回落回，地属违规临时停车的暂时未记点，不过要是爱罚钱。我们也设了一个，希望在明年6月以前，希望各个地方政府赶快把环境做好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这个免记点。根据公路局的统计，新制实施到12月初10为止，拢总有85万人因为违规红记点，另外有944个人因为累计达到12点。去互通知吊扣驾照。王国才强调讲，记点的制度是为着避免累犯，互认为了钱无代，有的人可能无满意。不过守规矩，交通的安全也是真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